第10章，耶稣对遐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，搁约旦河外，众人搁聚集到伊遐，伊搁照常教示因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伊讲，人离妇人人通啊毋通？意思要试探的。耶稣因讲，摩西吩咐恁的是什么？因讲，摩西准人写离书，就通离妇人人。耶稣讲，摩西因为恁的心硬，所以写这个条例互恁。独独对起头创造的时阵，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为安尼人要离开父母，甲妇人人联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既然安尼，夫妻无过是两个人，就是一体啦。所以上帝配合的，人毋通分开。到厝内，学生就问伊这个事。耶稣对因讲，凡那离妇人人另外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；辜负伊的妇人人，妇人人若离开丈夫另外嫁，也是犯奸淫。有人带着细囝来见耶稣，爱耶稣蒙因，学生就责备遐个人。耶稣看见就生气，对学生讲，互细囝到我遮来，毋通禁止因，因为伫上帝国内正是即款的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那承受上帝国的，若无亲像细汉囡仔，断断袂会入去。对安尼抱着细汉囡仔，甲因欢手，为因祝福。耶稣出去行路的时阵，有一个人走来，跪伫伊的面前，问伊讲：良善的先生，我着做什么事，才通承受永活？耶稣对伊讲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上帝一位以外，再无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知影，毋通杀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见证，毋通亏负人，着孝敬父母。伊对耶稣讲：先生，这一切我对岁拢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伊，就疼伊，对伊讲：你搁欠缺一项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互送乡人，就的确有财宝伫天顶。你搁着来跟缀我。伊听见这个话，面就变色，忧忧愁愁会行，因为伊的产业真多。耶稣周围一个看，对学生讲：有钱财的人入上帝的国，是何等的恶啊！学生稀奇伊的话，耶稣搁对因讲：细囝，我靠钱财的人入上帝的国，是何等的恶啊！骆驼穿过尖的片，比财主入上帝的国较容易呢。学生就分外稀奇，对伊讲：安尼一罪会得救呢？耶稣看着因讲：伫人是袂话，伫上帝却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凡事拢话。彼得就对伊讲：看，阮已经放下所有的跟缀你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人为我甲福音放落房厝，也是兄弟姊妹、父母、囝儿、田地，无有无伫今世得到百倍，就是房厝、兄弟姊妹、老母、
囝兒參對，並且要受坤逼，佇來世的確得到永活。總是有真濟人佇頭前誒，得要佇後面，佇後面誒，得要佇頭前。因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穌佇頭前行，學生就稀奇，軍隊誒人也驚嚇。耶穌閣叫12個學生來，將家己得要拄着誒事，甲因講：看，咱上耶路撒冷，人子得要受交予祭司長甲文士，因要定伊死罪，交予外邦人，閣要希人誒，配爛佇伊面上，鞭歹，殺害伊。過3日，伊要閣活。西比泰的囝雅各、約翰進前來，對耶穌講：先生，阮無論求什麼，願你予阮。耶穌講：你愛我，予恁甲恁做什麼呢？因講：賜予阮佇你榮耀的內面，一個坐佇你的正邊，一個坐佇你的倒邊。耶穌講：恁毋知所求的是什麼？我所啉的杯，恁會啉嗎？我所受的洗，恁會受嗎？因講：阮會。耶穌講：我所啉的杯，恁也要啉；我所受的洗，恁也要受。只是坐佇我的左右，毋是我通賜的，就是為一罪有備的，就賜予一罪。迄10個學生聽見，就收起雅各、約翰。耶穌叫因來，對因講：恁知影，外邦人有尊做君王的治理因，有大臣掌權管束因。只是佇恁中間，毋是安尼。恁中間一罪原最大，就的確做恁的妻用；佇恁中間一罪原最頭，就的確做眾人的奴僕。因為人子來，並毋是要受人的服侍，就是要服侍人，並且放煞性命，做濟人的贖價。到耶利哥，耶穌甲學生，閣真濟人出耶利哥的時陣，有一個乞食青面的，是底買的囝巴底買，坐佇路邊。伊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，就發着講：大衛的子孫耶穌啊，可憐我吧！有真濟人責備伊，毋准伊做聲。伊卻越發大聲發着講：大衛的子孫啊，可憐我吧！耶穌就徛着，講：叫伊過來。因就叫迄個青面的，對伊講：放心，起來，伊叫你啦。青面的就脫落衫，跳起來，行到耶穌遐。耶穌講：愛我為你做什麼？青面的講：拿破哖，我愛會看見。耶穌講：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青面的連邊看見，就佇路頂跪地耶穌。